真係果然係做商場起家嘅大家族，調音器啊、電視機啊，好 80s 啊成件事。諗翻我以前中學嘅時代，就係去旅行嘅時候用呢啲機去影相。哇！真係好 vintage 成件事，好中意。哇！大家有冇細細個睇過呢套戲咧？如果同一個年代嘅話，應該係有睇過嘅。幾大啊雞髀肉？哇！70G 啦，都幾大食。大家好，歡迎收睇 MyKayLab 嘅 YouTube Channel。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啱啱落成嘅啱翻新啦，應該咁講啦，1981嘅蘇人蘇呢個嘅商場啦。咁1981咧其實就係 The Mall Group 第一間嘅 shopping mall 嚟嘅。咁其實 The Mall Group 咧而家有世界派港啦，你好熟悉啦 ，M40 啦、Emporium 等等嘅。咁呢個商場咧最出名咩咧？就係做復古嘢啦。如果大家中意 vintage 嘅話咧，可以嚟睇下。咁佢個位置就喺冷咁平呢一度啦。咁大家其實而家咧搭 Grab 係最方便嘅。我今日都係搭 Grab 嚟。好，一齊入嚟睇下啦。哇！好大隻貓。我想同大家講咧，我今日都係第一次嚟，咁所以我哋一齊開箱。呢個就係入口。哇！好多人。同大家講一講冷咁平呢個嘅地區，其實佢一間大學叫冷咁平 University 啦。咁有咗呢個 mall 咧，我發覺咧，好似多咗好多學生或者年青人喺度。哇，好大呢個 food court， 成個 food court 都好大，比我想象中係闊落同埋多好多坐嘅位置咁樣樣咯。一陣再同大家睇下呢度嘅嘢食係點先。雖然呢個 mall 咧已經係由1981年已經有啦，但係佢其實咧想將，就算佢做 vintage 嘅感覺咧，佢都將個工業風咧混合一啲即係比較 modern 啲或者貼近翻現代少少嘅設計嘅。咁其實我覺得都整得幾好嘅。呢度咧就係嗰個 food court 嘅，我叫做 Part B 啦。咁你見到其實有啲店咧仲未開，即係啲攤位未開嘅，因為實在太新啦呢個 mall 啱啱翻新完。咁但係我覺得值得期待嘅，真係果然係做商場起家嘅大家族，即係佢你見到係有 vintage 嘅感覺，真係，但係成件事係好配合到，你唔會覺得去咗一啲80年代 mall 咁樣。嚟到一樓呢一度咧，就係佢賣衫嘅，大家見到咧，佢嗰啲衫咧全部 vintage 嘅。咁我頭先有睇到啲鋪頭亦都會有賣 second hand 嘅，咁大家如果唔想買 second hand，可以問一問佢係咪 second hand。咁有啲咧真係特別設計，淨係做 vintage 設計圖案嘅一啲嘅品牌啦，大家都可以過嚟睇下。我覺得一樓係一個有少少尋寶嘅function 喺度嘅，我都睇下先。呢啲係咩嚟嘅？哦，全部係 M 啊，同埋呢個。調音器啊、電視機啊，好 80s 啊成件事。呢一間咧屬於local 比較多人 review 嘅，就係一間 sell second hand 嘅，即係 sell polo shirt 嘅一個店嚟嘅，都幾受歡迎下。我見到佢啲款都幾靚，我都有呢一件，不過係藍色。哦，มัน vintage มากเลย ใช้งานได้ทุกตัวเลยค่ะลูก จริงเหรอคะ ได้ใช่ค่ะ Oh my god เป็น this one ค่ะ so vintage so vintage เลย that one this one นี่มันใช้ได้ปกติใช่ไหมครับ ใช้ได้ปกติเลยค่ะลองถ่ายดูไหม ได้ ลองดู press ตรงนี้ โอเคครับ ได้ค่ะกดเลยกดค่ะใช่ ว้าว แล้วถ้าอันนี้ก็จะได้แบบฟิล์มโทนนะคะเอาเข้ามือถือได้เลยนะคะ หรอ ใช่ ยังไงอ่ะ ก็คือ เขาไม่มี SD card อยู่แล้วใช่ปะ มี SD เขามี SD card ตรงนี้ก็ใส่เอาเข้ามือถือ Oh my god 諗翻我以前中學嘅時代，就係去旅行嘅時候用呢啲機去影相。哇！ ใช่ this one that you take Okay. Oh my god. this one like more vintage Okay. And this one. How much is this one? this one 3,900 3,900. ค่ะ warranty 14 days 14 days, yeah? yes โอเค อันนี้ก็เลิศนะ like Like that. 22,000 yes 22,000. yes this one
เดี๋ยวต้องใช้ฟิล์มใช่ไหม ใช่ใช้ฟิล์มค่ะ ตอนนี้ยังมีขายไหมอ่ะฟิล์มอ่ะ อเมริกาแล้วก็ผลิตเองโทนจะเป็นแบบนี้เลยค่ะ Oh my ใช่ god อันนี้ก็จะเป็นฟิล์มหนัง OK，哇哇真係好 vintage 成件事，好中意。呢、個佢都賣喎，原來真係超級 vintage 喎。唔知而家黃金啊嗰啲仲有冇得賣呢啲？哇！死啦！我頭先有一兩樣嘢想買添，得不過要冷靜啲先啱啱嚟。但係佢嗰啲嘢真係我唔知而家香港仲冇揾到，但係大家如果嚟呢個1981一定係揾到。呢、個只不過係其中一個 shop 嗰種嘢，哇，好正！哇，一樓已經係咁樣樣，佢再2樓同埋3樓都係賣 vintage 嘢嘅。我想講有時候咧，大家去睇 vintage 嘅時候，復古嘢啦，咁我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咧就有一啲部分，譬如眼鏡啊，或者啲嘅擺設咧，如果有 vintage 嘅話，我覺得成件事係好有貴氣，好正，好有嗰種感覺。同埋好 Y2K 啦，有啲位，咁所以我頭先間鋪有一間鋪咧，睇咗都差唔多半個鐘，跟住我諗一陣間拍完 video 再去睇過。哇！大家有冇細個睇過呢套戲咧？如果同一個年代嘅話，應該係有睇過嘅。咁咧有啲店咧，佢雖然都係賣一啲 second hand vintage 嘅衫啦，有啲會加埋個 coffee corner 俾你，咁你就可以一路揀嘅時候咧，就一路飲住咖啡。應該一路飲住咖啡時候一路揀。有時咧，因為 vintage 嘅嘢咧好睇個人㗎嘛，即係你好中意，一係就好唔中意。咁所以你可以睇好耐嘅時位。2樓呢一度咧，除咗有頭先大家見到好靚嘅復古衫之外咧，佢有一個分別同其他樓層唔同咧，就係佢會有啲紋身嘅 studio 啦，有啲 barber 嘅理髮店嘅店鋪啦咁樣樣。咁所以而家有時大家過嚟嘅時候，我想剪埋個髮咧，其實2樓呢度都幾方便下嘅。泰國人真係好 creative，你睇下，如果你 tattoo 嘅話咧，大家想整一個 tattoo 嘅話咧係可以嘅，有個 World Cup 比加超嘅 tattoo 啦，跟住有因為而家世界盃嘛，有唔同國家嘅國旗但係蝴蝶形嘅 tattoo 啦。價錢都係講緊4000幾銖都有，4000幾銖去到3000幾銖都有，去1萬銖。大家可以留意下，如果中意 tattoo 嘅話。佢呢一度咧，原來佢每一個嘅紋身嘅圖案咧，就係可以紋一次嘅啫。即係話咧，如果譬如有 A 客人紋咗之後咧，就會將個紋身喺個 option 入邊就 take away 咗佢，就唔可以俾客人 B 或者第二啲客人咧再紋得同一個圖案嘅，令到成件事更加稀有。呢個就係因為我唔係一個紋身嘅愛好者嚟嘅，大家見到我冇乜紋身係咪？冇啊，直情冇啊！但呢個就係佢哋紋身嘅 studio，應該係有3個師傅嘅。好，我哋而家去3樓先，都係好多衫賣喎，鞋、衫褲、鞋襪。3樓反而啲店冇咁多喎。不過咁又咁講，即係如果我係店家嘅話，我都唔會揀3樓嚟租嘅，因為可能個 traffic 一定冇1樓或者2樓咁多。3樓呢一度暫時我見到咧，同其他樓層唔同咧，就係佢多咗好多小朋友玩具啦、公仔啦，或者一啲小擺飾咁樣樣咯。即係可能40匹有一件，即係細細件嗰啲啦，去到可能有啲二手袋啊都有咯。即係雜不楞嘅，我覺得3樓係。如果大家咧有時候帶小朋友嚟啊，或者有啲老人家、長者們咧想坐下咧，係好多坐嘅位置啊。同埋佢每層咧都有啲唔同嘅 exhibition 喺度俾你睇下、影下相、打卡咁樣，我覺得幾好啊。頭先行晒1、2、3、4樓啦，咁啊就開始好肚餓，所以咧就落翻嚟 food court 呢一度 ground floor 呢一度咧就揾下嘢食先。เอาข้าวซอยสะโพกไก่นะครับ終於到齊晒啦！今日咧我就嗌咗3樣嘢啦，咁其實嗌多啲嘅，今日就 OK，呢個份量都 OK 嘅。咁有燒肉啦，有豬手肉啦，加豬腸啦，一個 set 嚟嘅咁樣，跟住同埋溝菜雞。咁溝菜雞咧睇落都好靚仔嚇，大家睇下，都幾多面嘅。同埋佢塊雞肉咧係即係大份嘅，啲青檸汁先。哇！
OK 喎個溝菜汁，濃味嘅溝菜汁。呢一個一碗咧，呢一份咧70G嘅啫，都幾大食。唔係雞肉先，你睇下幾大塊雞肉。哇 ，OK，let's go。大家如果中意食溝菜咧，呢間都唔錯。但係咧，佢個脆面嗰部分咧，脆但唔係話好脆嗰啲，咬落去喳咁樣嘅聲咯，就喺度扣到少分嘅。但係蘇巴，我覺得個溝菜湯同埋個雞髀肉咧係幾好食嘅。好啦，跟住試下呢個燒肉先。呢個燒肉咧，因為我見到佢個樣咧係似翻少少香港嘅樣嘅，就唔係嗰啲好乾爭爭嘅，係似香港人，不過凍嗰啲咯，可能頭先擺得太耐，但係啲皮係似翻香港嗰啲脆皮嗰啲嚟嘅。其實係質感嘅燒肉嚟嘅，唔係嗰啲乾爭爭。豬手肉好多啊，其實好味。好味，就係用2個字形容，好味。有啲豬手肉落晒啲汁，嗰種好 tender 嘅味道係 OK， 好味。大家如果中意食豬手肉，可以嗌呢個，不過有少少貴嘅，都225G嘅呢個。食完嘢咧，我翻上嚟2樓啦，因為要杯咖啡嚇，一陣要翻公司做嘢。2樓呢一度咧，我見到呢個 corner 咧係一個叫 Jimmy's 嘅少少嘅咖啡店，好似好正咁樣喎，試下先。好，我咖啡終於嚟啦，可以坐定定同大家做一個少少嘅總結啦。咁其實咧，今次嚟呢個1981 So & Salt 咧，我有少少加到分嘅喺心裏邊，就係點解咧？即係我嚟之前咧，其實我會感覺到會唔會好似 MBK 咁咧，最後變咗即係乜嘢都賣嘅。因為 vintage 其實個 term 係好廣泛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可能真係因為 The Mall Group 去管理或者去做成件事啦。佢唔會有好似我哋見到一啲出邊嘅 mall 咁樣樣，譬如我話賣 vintage 嘅，無啦啦中間會整個賣啲唔知咩嘢嘅嘢喺嗰一層咁樣。佢 vintage 真係 vintage 嘅，1樓、2樓、3樓、4樓全部都係講緊 vintage 嘅嘢。當中會可能賣緊衫，會有少少 coffee shop 喺個 corner 好似呢啲咁樣樣啦。咁但係覺得成件事係 make sense 嘅，同埋佢有翻咁上下嘅精緻度喺度嘅。咁食嘢咧，即係真係全部喺 ground floor 嘅。咁所以佢個分隔咧就分隔得好明，即係好細緻我覺得。所以如果大家嚟嘅時候，我覺得俾自己嘅心態就係我覺得真係過嚟睇 vintage 嘢啦，同埋可能預多少時間啦。即係無論交通或者係有啲店嘅嘢，我覺得係幾值得睇嘅，都會花比較長嘅時間去睇。咁我飲完呢杯咖啡咧，就真係會去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入手，因為有時有啲 vintage 嘢即係得可能真係得一件，咁有佢嘅價值度喺度。咁所以大家我諗可以，如果未嚟過嘅，可以過嚟睇下。特別係中意復古嘅朋友仔啦。咁今集嘅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大家唔好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subscribe 我個 channel，記住撳 subscribe 啊，同埋撳埋鐘仔啊，拜拜。